照顾弱势长辈华山基金会伫疫情3期境外期间，对着看症需求的长辈，也是派车陪同就医。这款的服务伫过去无疫情的时阵无算啥，但现在疫情时期就是相当的艰难。我们目前的话呢，就会比较针对的像是身边资源比较少的长辈来进行服务，那包含说带长辈去看医生、打疫苗，然后以及就是像有的长辈他们可能因为除了是经济弱势，然后另外他也没有办法说有足够的物资来源，那我们就会准备多一点的物资，然后让长辈可以度过这一段辛苦的期间。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拢是靠着善心民众细额捐款，但因为这波疫情的关系，互照顾经费减了将近100万，也互基金会相当的着急，向社会大众请求援助。疫情冲击对于整个民生经济来说，造成很大的冲击。我们陆续都有接获善事，因为减少工作收入，以及失业，甚至是被资遣，然后致电减少要取消捐款的一个讯息。那整个6月来说的话，我们的捐款减少将近100万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我们的主要善款来源都是社会大众的小额捐款。那也因为这波的疫情啊，就是我们也很担心说，如果持续恶化下去，那我们整个大台南服务大概2600位的长辈，再恶化下去，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然后还蛮无助跟慌张的，所以邀请社会大众发挥爱心，投入守护孤老的行列。那我们现在每一个月长辈的服务经费，一个人是1250元。如果说有意愿要跟我们一起来加入这样子帮忙长辈的行列的话呢，请跟我们联络。那联络电话是2520-940，2520-940。就算是疫情时期，华山基金会的服务也是未中断。虽然目前无法度面对面关怀，但是也会持续以电话访问的方式来关怀长辈，无互长辈孤单。也因为运作需要经费，在疫情的冲击之下，华山基金会也是希望大家拨一点心力，欢迎有爱心的民众就近向台南市各区华山的爱心提赛站倒卡手，也即是拨卡爱心专线06252940询问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